来关心天气，气象署表示，未来一礼拜同款是高温上爽的天气。不过礼拜呢会有东北季风落南，时到早暗拢会变较凉，尤其北部、宜兰、花莲温度会降过6度。在未来1周的话，一样属于高温炎热，预估在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33到35度左右的高温，东半部则是31到33度。礼拜6、礼拜天。东北风、东北季风会有逐渐南下的趋势哦，也预估在比较偏向是北部、东半部地区，温度上，尤其是高温可能会降个5到6度，低温也大概有5到6度左右的一个降幅哦。预估可能至少到下礼在19、20、21号，可能都还是受它的影响。气象署表示，今仔日也是多云到好天，东半部高温大约是32度，西半部大约有35度。那其中这湘北、云林、台南甲屏东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，天气乡亲就要加啉水。不过呢，这礼拜19特别降温啊，这温度会落甲真明显。这山区较空旷的所在，温度上低可能干那20度。